我係真人中心學校張卓田，今年讀緊中六。回返想起當初入嚟真人中心學校嘅時候，經歷實在有啲唔開心。由於自己唔識點樣去表達，所以同同學嘅相處特別多唔開心嘅經歷。自己都曾經去試下睇一啲書，去學習點樣與人溝通，但係都好似冇乜改善，唔識點樣去表達自己，講出自己嘅需要或者感受，所以感覺上好孤獨無助。有時甚至因為唔知點好，會做出一啲令老師或者同學擔心嘅行為。好彩得到老師同同學嘅悉心開解，同我傾偈，引導我去表達自己內心嘅感受，開始慢慢諗通咗，嘗試去表達自己內心嘅感受、需要，同埋同老師同學分享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得到校長同老師嘅啟發，俾我將自己嘅興趣發展成自己嘅技能，亦都透過參與一啲唔同嘅比賽，獲得到唔同嘅獎項，自己感覺上得到大家嘅認同，提升咗自己嘅自信同自我形象。學校亦舉辦咗好多唔同方面嘅活動或者交流團，令我可以出去見識，有唔同嘅體驗，擴闊自己嘅視野，呢啲都令我成長唔少。其後學校更讓我參與不同可持續發展及社會責任嘅活動，如擔任學校 SDG 創世界紀錄嘅活動司儀及設計工作，亦為九龍城民政事務處設計龍城迎全運嘅吉祥物龍仔龍女等，令我可以回饋社會，推展可持續發展及履行社會責任，更找到自己嘅價值。所以真人中心學校除咗有校長嘅啟發潛能，好似屋企人一樣嘅老師支持鼓勵，仲有同學一直嘅陪伴，感覺就好似家一樣。呢個就係我心目中充滿關愛、包容、支持及鼓勵嘅理想家園。